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2月初9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武汉肺炎即阵的疫情，台湾又搁新增加一个是去欧洲旅游的一对翁仔某，也有因的一个后生，是国内头一个无症头的感染者。武汉肺炎的疫情死亡人数即阵达到813人，已经超过 SARS。台湾有机会用网络伫咧线顶参加 WHO 论坛。前科伫咧yokohama哈马的船石公主号又搁验出6个人确诊，船顶已经有70个人确诊啊。新闻一开始，咱先带大家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国内今仔日又搁传出一个新增加的病例，是境外杀入来台湾的确诊案例。就是前一阵仔去欧洲旅游，伫咧香港转机的时阵，去互人挖到武汉肺炎，住伫咧北部50多岁的一对翁仔某，也搁有一个后生。等于讲规家伙仔弄着，虽然因兜也搁一个细汉后生，即阵无啥物症头。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细汉后生的体内有真侪病毒，会针对和伊接触过的人进行采检，扩大防疫的范围。国内阁出现一名确诊的武汉肺炎病例，就是之前公布确诊住伫北部50多岁翁某另外一位后生。一家4个人1月22日为香港转机到意大利旅游，2月7日香港转机到台湾，先是爸爸发烧肺炎症状通报，太太因为出现感冒症状，斗阵采检，两人伫2月7日确诊，其中一个后生出现症状，采检后2月7日确诊，细汉后生无任何症状，不过防疫人员主动采检了后，初9确诊。一家4个人全部去围掉。连续他们家里有3位了哈，所以虽然他的儿子一直都没有症状，好，一直都没有症，到现在也是一样哈，都没有症状，好，但是我们采检好是阳性，好，所以大概就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细汉后生是国内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体内病毒量真悬。目前这这4个人接触者有78人。防疫单位会向航空公司追踪确诊个案过去坐班机的前2排、后2排乘客名单。指挥中心也宣布，会邀请专家研究扩大采检范围。目前是只有症状的部分才会采检嘛？那现在在研议说，那是不是会针对这个亲密接触者他的无症状也进行采检？指挥中心统计，到7月国内新增加71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通报个案，目前通报1470个个案，有18名确诊，1300名排除，其他隔离检验中。指挥中心强调，目前全台至少14个检验是验室，一天应检验800多件检体，未来若是扩大采检，也应应付。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拖，为明仔载开始，大三通也有小三通会暂停服务，两岸的航班即阵只剩5个主要的航线。那今仔日也传出中华航空公司的子公司虎航，昨昏一班为桃园飞去中国江苏省无锡的班机，有一个旅客发烧，伫咧落飞行机的时阵去互验出得到武汉肺炎。即阵工作人员当伫咧追查这个航班的乘客资料。虎航拜6一班由桃园飞往无锡的航班，一名旅客在机场入关时被检测出发烧，互当地机场安排去火车送医。疾管署表示，咱方正密切关心这个旅客检疫结果，要将航空公司提供坐伫边仔的其他乘客资料。相关的公司有请他们提供这个乘客的这个资料啦。那我们也在看后续到底检验结果是如何啊。航空业严格防疫，中央流行指挥中心进前已经宣布，8月开始，两方敢保留4个城市5个航点，客运直飞航班敢和北京、上海、厦门加成都4个城市。因为航班变动，袂少旅客拢被通知改班机。实际来到上山机场，出境大厅甲过去比较，价真冷清。而袂少商务客为了工作，也是爱飞往中国。之前已经知道有疫情的影响了，不过本来是想延的啦，不过也是很挣扎，就是要不要回去，因为家人朋友都很担心嘛。他们今天公布的那个讯息也只是针对内地有些城市而已，并没有针对台湾这边要居家隔离。海上边境防疫也对8日起升级，大三通、小三通船只同步暂停客运服务。过去每个月大小三通服务旅客大约12万人次，不过最近受到疫情影响，旅运人数已经明显下降。整个入境的管制已经
很多的这个类型的旅客都不能入境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影响不大。行政署表示，两岸直航海运过去以服务海运为主，海运服务无受到禁航影响。而海运客运服务什么时阵会使恢复，即阵无时间表。记者郑华报道。所以，咱带大家来关心即阵新型冠状病毒伫咧全球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37000人。带大家来看上新的统计。即阵伫咧中国有37260例，813个人死亡，其中香港确诊的病例26例，澳门10例。另外，伫咧台湾，今仔日又搁新增加1例，总共18例。日本的病例，若总共加上泉州公主号的70例，总共来到95例，是亚洲病例上介侪的国家。再来，咱来看新加坡40例，泰国32例，南韩27例，马来西亚17例，越南14例，澳洲15例，印度和菲律宾拢是3例。若伫咧欧美的部分，美国12例，法国11例，加拿大7例，德国13例。过来，咱紧带大家来了解停靠伫咧日本yokohama的邮轮泉州公主号，查到检疫人员针对船顶10外人，搁再进行病毒的检验，验出来即阵又搁有6个人确诊，也就是讲现出时伫咧船顶确诊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有70个。再来，咱来看中国的战机今日伫咧台湾的领空飞行。国防部表示，包括空警500、轰6等等的战机，今日透早11点经过巴士海峡，由西太平洋进入公告水道，又搁飞转去原本出发的所在，执行长远飞行的训练。国军 F-16战机随着起飞进行监控。根据国防部公开的资料显示，另一边中国战机飞行长远飞行的训练日期是伫咧顶公月23，空警500、轰6等等的飞行机型，由中国南部小连续出海，飞经过巴士海峡，也搁飞向西太平洋进行长远的飞行训练，再来搁再飞转去自本出发的所在。在地上大条，昨是元宵节，各地头会使讲是闹彩彩。伫咧台南、咸水，也搁有鹿耳门举办风仔炮、炸邯郸爷，也搁有变春牛等等的民俗活动。虽然即马大家拢当无闲，伫咧防疫武汉肺炎，毋过来到闹热的人也真多，现场是客。春牛伫咧2分钟内就去放抢了。台南市政府搁较估计有65万人来参加邯郸爷的活动。不过，有14个人无细意去互炮仔弹着伤。当伫咧花莲为香港也有中国福州的旅游团，自本要来参加国际的邯郸文化节，不过去互拒绝，无法度上飞轮机来台湾看闹热。暗时9点一到，台南咸水三座主炮城90万机炮轮流炸，民众伫安全帽啊专心包甲目睭，徛伫炮城头前，原来跳，原来承受炮火，都希望运势愈炸愈旺。伫主炮城起炮进前，要真侪人对咧咸水武庙出发顶头沿路秀炮一直炸。台南市政府统计，规暗内有65万人，啊，毋过有14个人被炸伤送医。鞭炮冲到里面去，我本来盖一个毛巾嘛，被打，他就跑到毛巾后面。冲到那个眼皮这里了，然后视力现在有点下降了。连徛伫面体出来尾顶看，也被炸伤目睭，随后阁被送去大病院治疗。不止咸水闹元宵，同款伫台南的鹿耳门圣母庙，传承千年的变春牛，也伫初八暗时举办，民众抢摕春牛碎片，相信迎平安归年。加油！加油！只2分钟，连得甲做的鸡啊，拢被抢了。花莲市是举办国际邯郸文化节，马新邯郸徛伫桥顶悬，来回被炮仔炸。原本邀请香港、福州的邯郸爷斗阵参加，啊，毋过受疫情影响，这飞机进前被拒绝100人，无法度来台湾。因为他们到机场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防疫问题，把他们拒绝他们来出关哈，所以他们在机场的时候也蛮失落的，对，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盛会。
虽然这村花莲在地百姓邯郸表现，大会也真重视防疫工作，进出爱酒精消毒。这元宵活动也拢祈求台湾平安度过武汉肺炎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武汉肺炎的疫情，顶礼拜三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头壳晕去台南一间诊所去互医生看，遥向先生表明家己捌去过中国旅游，结果过无偌久，伊就伫咧诊所昏倒。救护人员是紧穿防护衫替伊救治，经过检测，伊确定无去感染到武汉肺炎。不过有民众看到乌影就开枪，散布不实的谣言，造成社区的民众是心惊惊。另外，昨暗也有人伫咧面册写讲，氰化物这种化合物会使杀死武汉肺炎的这种病毒。警方和卫生单位表示，会针对这两件代志对查开发。救护员穿防护衫，甲这查甫人送医，因为初五下晡，伊头壳晕到台南一间诊所看医生，依照规定，各地有中国旅游史，无偌久伫诊所内底昏倒。勤务中心通报啦。他说现场患者有旅游史，然后有可能是疑似个案，所以我们才会以高规格的防护装备去应急。规个防疫救护员高规格出动，不过经过检测，确认不是武汉肺炎，而是伤忝。不过网络甲社区散布真紧，讲这间诊所出现病例，而且照常营业，诊所也个被批评。当天晚上就开始就一直传，然后造成很大的困扰，然后我们又急消毒，又来不及，因为网络传太快了。也造成整个社会大众的恐慌。我们会针对这个个案网络不实传言者，告诉呢，我们会依传染疾病防治法来侦办。诊所困扰提告，台南警方认定散布假病例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启动追查。初八暗时，疾管署也通报，面册有人指氰化物用杀死武汉肺炎病毒，刑事局追查，大部分来自住伫日本的台湾人。经过我们警方核对其脸书发文资讯，确实是在日本无误，我们就先请他的家人联系这个民众，先删除下架该假消息，并请他尽速回台说明。我们警方将继续依法侦办。无论是五团病例，也是乌白团唔对的防疫做法，警方强调，乌白讲甲短团拢违法，呼吁对疫情相关消息有疑虑，引起疾管署网站看上新的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昨暗时伫咧泰国东北部的赫勒府，有一个士官长号做贾克潘，伊提前写老百姓，再个选委百货公司去。贾克潘个店面册开直播，甲家己开枪射击的过程拢抛出去。伊和警方相持10多点钟，最后是去互警方弹死。CNN 的报道就指出，这起意外总共造成26个人死亡，57个人受伤。泰国东北部的赫勒府，一个士官长甲吉潘在初八暗时射杀动了后，偷摕军用车辆甲军事武器走出军营，并且一路射杀民众，也伫面册直播照射画面，最后走入去赫勒府市中心的百货公司，期间也不时传出阵阵的枪声。几啊百人调伫内底，几啊点钟了后，在泰国救援队甲军队介护下，赶紧对百货公司来撤离，顺利走出来民众，赶紧打电话甲厝内人报平安。กลัวกันก็วิ่งเข้าไปอยู่ตามในห้องน้ำเทรนเนอร์บอกว่าให้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ทุกคนก็เข้าไป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หมด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อยู่กันในห้องน้ำกี่คนนะครับห้องของพี่ก็7-8 คนแล้วเป็นไงบ้างครับออกมาได้แล้วเป็นไงบ้างดีใจมากค่ะโอ้ยกลัวอันตราย最新消息指出，泰国军警人员已经把甲吉潘拍死，结束在百货公司的对立情况。根据 CNN 报道，这事件总共造成26个人无害死亡，有57个人受伤。ซึ่งขณะ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ยุติ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ผิดของคนร้ายได้แล้วขณะนี้ก็อยู่ในขั้นตอนที่จะต้องเก็บรวบรวมพยานหลักฐานใน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คดี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ป็นธรรมกับทุกฝ่ายแต่ละการเช่นนี้มันไม่เคยเกิดขึ้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ถือให้อยากให้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เดียวแล้วโอกาสสุดท้ายที่มันจะไม่เกิดขึ้นอีกไม่มีใครอยากให้เกิดขึ้นนะมันอาจจะด้วยสุขภาพจิตในเวลานั้นของคนนี้นะ甲吉潘在早前的作案过程中，也一直伫家己的社群平台写文章、打出相片甲影片，即阵有也无清楚伊的作案动机。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上新的统计资料，中国即阵确诊的病例有37260例，到达死亡的病例813例，已经超过2003年 SARS 伫咧全世界死亡的人数774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打算要邀请全世界400个专家做伙参加论坛，台湾也有机会会使用网络的方式伫咧线顶参加因应疫情。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根据中国官方上新统计资料指出，到初八暗时12点，确诊病例33738例，其中6188例是重症。累计死亡病例有811例，已经超过2003年SARS全球死亡人数774例。WHO 秘书长谭德赛指出，由 WHO 领导的国际专家小组上紧伫彻查去中国。不过，也有怨言，讲错误的消息增加 WHO 工作的困难度。While the virus spreads, misinformation makes the job of our heroic health workers even harder. It's diverting the attention of decision makers, and it causes confusion and spreads fear to the general public. 为加速应对疫情的研究 ，WHO 按算邀请全球400位专家参加论坛。伫初八记者会上 ，WHO 透露相关的消息，也讲到因为真侪合作朋友来自高风险区，所以被清醒到日内外，该以线上方式参加。根据了解，其中有台湾。当然是努力要争取要能够与会，好，但是如果真的不能够与会，现在还在努力哦。好，那如果真的不能与会的时候，那这时候会用电话会议，会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参与。那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专家啊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本来就有管道，但是这件事情他是说可能，所以还不知道他们正确会做出什么事情，那个一个正式的邀请。对，我们会积极的要求我们台湾的司机者参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证实，会争取到场参加，专家人选已经有定限。因为台湾长期被 WHO 以及中国原则排除在外，若是有希望去线上参加，这也是台湾第一摆正式参加 WHO 的会议。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咧传，中国湖北的武汉疫情上界严重。即阵当地已经起2个专门收治确诊患者的病院，伫咧火神山病院启用了后，雷神山病院也伫咧昨启用，设置1500张的病床，只提供互治病的患者，无提供互人挂号看诊。另外，伫咧疫情爆出来到今，中国死亡案例500就占780例。救护车载着头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人来到初八启用的雷神山病院，因挂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家己落车行入病房，看出来因的病情是较轻的。经过10多个昼夜的奋战，武汉雷神山医院呢，昨天是交付使用了。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呢，首批患者抵达了医院，并且入住。据了解，雷神山医院呢，共收治患者大约是45人。患者被转移过来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了负压隔离病房，接受下一步的救治。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中国在疫情上界严重的湖北武汉起了2个专门病院。在火神山病院启用了后，雷神山病院也开始收治确诊患者。内部设有32个病区，1500床的病床，敢若7段医无室门诊，目的就是专业救治肺炎患者。而对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头一摆公布省内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数。截至初八深夜，湖北省总计确诊病例有27100例，武汉市上侪有14982例。孝感市甲黄公市也超过2000例，全省死亡的有780例，病死率2.88%。对病死率排行来看，疫情爆发地武汉市排名第2是4.06%，天门市有5.08%，是中国死亡率上悬的城市。那么现在的话，应该说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动态的，基本满足、公开、公平、公正的分配。每天，可以说基本上是，按照你这个医院的你的危重病人的数量确诊病人的数量、疑似病人的数量、发热病人的数量这个配备相应的系数来进行测算然后呢，这个分配给各个市州。湖北疫情继续上升，官方拢准备伫防范，毋但有对城市拓向农村的情形，病院内底也敢若出现互相烧话的情形。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指出，有间隔性不足，也有防护用品无法及时到位。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病院至少30名医护人员甲50名病人确诊去患着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台中市经营30年、专门卖海产料理的餐厅，1月份也有2月份人客退订的倒数有400多桌。经过劳资协议了后，为2月中开始，逐个月员工会使加休1天到2天假。不过，在休假期间是无薪水通好领。有一寡替人办婚宴的餐厅也讲，即马因是喙齿紧加的硬咧经，面对业绩一直落。因唔知影佫会使冻偌久。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民众烦恼伫外口食饭的增加，互相越来越去的机会。原本假日真歹订着位的餐厅，即阵都空一半以上。这个家族是1年陪望1摆才斗阵食饭，也因为疫情影响减一道。我们有过滤掉一些人，比较危险的，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台中一间有名的海产餐厅，因为武汉肺炎影响来客量，春酒被取消，倒数有400多桌，业绩落8成，损失将近300万。已经透过劳资协议，70外员工2月中开始，1个月加放1、2天的无薪假。毕竟也捌经过较早的SARS这地，所以讲在无薪假这地一人1个月加休1天、2天到处上大家都会控制时间。慌啊，就觉得你。自己慌也替老板慌，这种无薪假，我想任何一个当员工的都不想要这样子。离普通大间的婚宴会馆，结婚的婚宴照常举行，服务人员带着喙罨，不过临时互请的工读生因为买无喙罨，也只好就安尼工作咯。业者在武汉疫情爆发了后，面临退订100桌，损失客源有3成外，估计下来会更加严重，就惊未来嘛要帮员工无薪假。没有好转的状态，所以我们以目前来讲，破100万可能再继续往上升。对，很不想去想这件事情，但它真的是一件蛮令人担心的事情。业者坦白讲，若是业绩下降，人客也无多管控，餐饮业一向欠人，2点钟薪水的非正式员工也无多掌控，应该向接触，种种不确定的因素，餐厅业者等无人客，也互春酒大家变做寒冬。希望政府听到因的心声，会有政策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也有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冷。今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这温度上低会到10度以下。明仔载日时，这冷空气会较减弱，各地头天气也会豆豆变好，会豆豆回温。明仔载各地头天气是好也是歹，咱赶紧带乡亲来看详细的资料。北部12度到20度，中部12度到23度，南部13度到25度，东部13度到21度。日金马平湖10度到19度。新闻最后，带乡亲，咱做伙来去英国看会展。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